电风上头来看6月初1的时阵，有一个查甫人，伊去台北市立动物园参观。不过工作人员是发现伊的行为哪像怪怪，就随报案。当场是查到伊偷掠6只汤拖。这个查甫人伊用老瓜来写鸭挖来，了后甲伊掠起来。不过伊辩讲，伊是要早登去互伊囡仔看。目前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。温室内面红蝶、斑蝶、各种乌蝶飞来飞去，这是台北市立动物园通托馆的乌蝶温室。6月初1有查甫人去内面较大的温室参观的时阵，工作人员发现讲伊有收物件的无正常的动作。过去了解，发现查甫人已经准备好三角纸，要甲大白斑蝶炸登去。放进去之后也要去折起来，所以蝴蝶在里面，磷粉就比较不会被破坏掉。它如果用这种方式收纳，它可以叠很多。捕鱼员手提的是自然死亡的个体，这个查甫人搁夹走3只科学蝶，一只白指甲青，讲是要摕转去互伊的囡仔看。园方随报警察处理，警方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，北检15以偷摕物件的罪嫌甲起诉。那一旦触犯这些规则，我们还是一定会要处理，不能教坏小孩子。这只青斑蝶是一直徛伫人的手骨顶悬，已经10分钟拢袂走。监视器的画面嘛显示查甫人涉嫌用老公的手来生乌蝶，而且甲掠。园方解释讲，乌蝶的特性都是会互寒生气。它可能也需要去补充一些水分、矿物质或者各种的营养，甚至我们的尿液，对于蝴蝶来讲都是很具有吸引力的。未来要安怎防止人偷摕？园方强调讲，园内有装真侪监视器，会持续配合门禁管制和当人的巡场。另外，伫过去感受其他的动物互偷摕，园方表示讲，伫20年前，捌有2级的员工偷摕稀有保育类的菇类，结果互掠就是拢总行转来。而且强调讲，除了乌蝶这种细只汤拖，多数的动物拢有晶片会当追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